今仔是旧历3月23妈祖生，新北市邦桥的朱慧宫妈祖嘛出巡示警。早起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做伙点起马炮，下晡1点开始步巡哦。咱嘛要连线互咱台记记者郭碧君，带咱做伙来到老咧。 是记者，即摆伫咧新北市邦桥的北门福德宫附近，即摆会使看到现场的人是非常的多哦。因为今仔日伫咧旧历3月23是妈祖生，伫咧邦桥的朱慧宫也按照惯例举办妈祖的出巡的示警活动。伫咧早时的车巡活动结束了后，再来下晡1点开始就是步巡的活动。咱来看现场的气氛，还佫有庙方是安怎讲的？即摆因为在疫情吼。 迄个就结束嘛吼，啊，目前的时阵，即摆拢照以往迄个疫情前的迄个规模，甚至佫比疫情前的规模较大，可能安尼差不多要1000人哦，系啊，对，因为阮佫有顶头，吼，啊，佫有车队，吼，啊，佫有新众。 啊，还有一寡信众吼，拢会对阮来做定行。阮下晡的迄个步巡的部分吼，阮是针对阮附近的高里，吼，即高里的迄个居民吼，啊，遮附近安尼用迄个，所以才会你看到讲迄个小可巷仔的部分，阮嘛拢有行安尼。啊，若车队无法度入去的时阵吼，顶头无法度入去，阮新桥拢会入去，吼，大家平安。 是庙方表示哦，即摆这个示警活动估计有1000人左右来做阵参与哦。这个人数是比疫情进前搁较济哦。这个下晡的步巡活动估计是为下晡1点的时阵开始，暗时8点才会完全结束。按照讲到这个邦桥的朱慧宫哦，是邦桥区的4大古庙之一，是已经超过有270年的历史。 每年的旧历的3月23妈祖生拢会举办这个示警活动，唔但是促进附近相关的经济，也是完整保存台湾传统的文化哦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现场上新的连续状况。